麻雀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知道了，姑姑，你干嘛去啊？这些麻雀整日陪你练功，也要吃饭的呀。杨过那个小杂种，现在有消息没有？师傅，还没有。抓到了杨过，给我打个半死。是，师傅，你不，找到他。哦，带到这儿来，带到这儿来，把他带到这儿来，我要打死他！嘿，哎，姑姑，姑姑，过儿，过儿，嘿，演砸了，过儿。姑姑，别生气，就有点水，好玩吗？姑姑，我已经抓到了3只麻雀。从明天开始，再抓3只。啊，6只啊！姑姑，让我抓6只啊！怎么？你抓了3只，再让你抓3只，你怕难了？我不是怕难，我是恐怕你得在……你吃吗？救命啊！我错了，我投降！这几只麻雀辛辛苦苦陪你练功，你怎么忍心残害生灵呢？以后不许这样了。是我。去吧。走喽。姑姑，咱们这个古墓里边道路七里拐弯的，我哪也不认识，哪也不敢去，我害怕，真的。你呢，才刚刚住在这里不久，等过些日子熟悉了，自然就会明白。那在我把路熟悉之前该怎么办？这个嘛，嘿，有啊，我有办法了。怎么样，姑姑？我这个符号不错吧？好玩吧？嘿，姑姑，以后我去哪儿就画上这个符号，这样姑姑就能找到我，我自己也能回来啦。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。太好喽！嘿嘿，我再也不会走丢喽。姑姑，你这招叫什么呀？小杂毛，等你出来，我整死你！哎，师兄，要是杨过不出来，咱们就一直等下去啊？废话，可不是一直等下去嘛。他害得我差点连小命都给丢了，知道吗？还害得师傅丢掉了首座弟子的位置。那我要不打他一顿，我怎么出气啊？
切！可是长春真人说过，让咱们不要为难他呀。哎呀，真笨！哎，咱们只要不打他的脸，长春真人是看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杨过这个臭小子，他那个脾气是又臭又硬，他是不会说的，是吧？哎，我再睡会儿。好。看好了啊。姑姑，你说什么？让我飞出洞口去？不用怕，你能抓住3只麻雀，就能飞出这洞口。倒不是害怕，我就怕万一不小心掉下来，弄脏了你给我做的新衣服。你定是又想偷懒。去吧。这谁呀这么缺德？你臭小子，这时候还敢出来，知道吗？你道爷爷我在这儿等你多日了。你没死啊？你臭小子，你敢咒我死？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你别跑，站住！别跑，臭小子！你别跑，站住！臭道士，有本事你别追！臭小子，你不跑我干嘛追你啊？我不追你，你跑了我找谁出气去？过来呀，过来呀！有本事来抓我呀！来呀！小杂毛，你以为我不敢追你啊？站住！别跑！哎呀！站住！小杂毛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别过来！这里头有水啊，小心！水你个头啊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顶不住了我！喂，我早就让你小心点儿！去死吧！别抓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呀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